来关心台北市立联合病院和平院区，一个姓杨的公务科长涉嫌假标案，跳做几若件10万块以下的小金额的采购案，被闪过公开上网招标，独立特定的业者。北检昨昏指挥调查局分3路去敲，嘛约谈这个姓杨的科长等3个人去做说明。有什么话想说吗？台北市立联合病院和平院区的姓杨公务科长挂嘴烟行出北检，伊因为涉嫌贪污被约谈，事后伊被依照渎职罪10万块交保。同案被约谈的也有装修公司姓周的负责人。姓杨的公务科长，伫咧民国111年承办病院办公室设备汰换修补的标案，甲总共30几万的采购案，听做4件较小件的采购。每一件标案的金额拢压伫咧10万块以下，结果再互共一间装修厂商来承包，涉嫌意图规避政府采购法。这个姓杨的科长，因此涉嫌贪污治罪、加刑法刑事业务定在不实等罪。和平院区也做回应：我们全力配合，静待司法调查结果，力求勿枉勿纵。北检指挥台北市调查处分做3路搜查，姓杨的科长因为涉嫌贪污，和北检约谈。事后依照渎职罪10万块交保，同一个案件姓周的厂商也裁定10万交保。记者综合报道。